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家庭会客室。在会客室里面呢，我们预备了这一系列的主题，是讨论到婚前导航，来帮助要进入婚姻的男女在婚前有一些好的一个准备。很多人要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说婚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很少人会停下来问说，我为什么要结婚？结婚的目的跟结婚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从基督徒的一个角度来看，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那既然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他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为婚姻对男女对夫妻所带来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说婚姻呢其实是爱情的坟墓，甚至婚姻是一场噩梦啊，最后都是以离婚来做收场的。那到底婚姻是怎么一回事情呢？神呢，他对人的婚姻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意呢？今天呢，我们就是要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不管是你还没有结婚，或是已经结婚的，我们相信今天的主题会对你带来许多的帮助的。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再次邀请到学园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跟冯志梅冯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李哥、冯姐，老师你好，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哈。我们先从这个婚姻的目的来看起哈。神他创造婚姻，那到底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对婚姻的全盘的认识，要不然就像刚才很多人认为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其实婚姻也可以成为恋爱的乐园，或者恋爱的延伸，或者恋爱的加分之类的。是。那在于我们是不是对婚姻有全盘的认识？那其中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这个上帝对婚姻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了解的，我们就能够达成这种夫妻在婚姻里面的合一的关系，那就可以美梦成真，而不是美梦破灭、噩梦成真。我们需要这样的了解。那么，到底神对婚姻的这种计划原则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就是上帝的原则。透过这样的原则，我们去遵循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婚姻幸福美满。所以在还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要先有这方面的了解。我记得我在大学2年级信主以后呢，我就除了读圣经之外，开始读这方面的书。我知道将来一定要进入婚姻里面，不管有没有对象，我自己要先把自己预备好。我高中就开始，他比我更早，所以我们需要就是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所以婚前了解这方面，对我们来讲应该是胜算的比较大。是。那这个我们讲说这个人要离开父母，对不对？与妻子联合哈，这个听起来有一点抽象哦，有没有实际的一些步骤啊？但它到底是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这讲到人要离开父母啊，很多人会说哇，圣经叫我们不要孝顺父母这是错误的误解啊。那我在这里可以澄清一下，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当孝敬父母，使你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对，所以。基督的信仰或者圣经的教导或者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孝敬父母，对，不是叫我们不要孝敬父母。那么，但是我们中国人呢，东方人常常以为是说这个离开父母就是不孝敬父母，把它画上等号。那其实这是一个误会的。事实上，上帝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孝敬父母，实际上是要离开父母。所以这个离开父母呢，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自立的家庭，能够为自己负责任，能够担当，能够解决自己的困难问题去面对。不要让父母来操心，不要依赖父母来支援或者后援等等的利用父母。那么这样的话，当一个家庭能够独立担当、负责任，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才有能力去孝敬父母。如果夫妻两个不能够适应，不能够合一，打破了头了，结果还等妈妈、爸爸去善后，那这当然孝敬不起来的。所以上帝知道怎么样在一个情况之下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能够孝敬父母，就是你一定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个自立的个体。那么这个离开父母包有3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在心理上面的离开。不要说啊，我跟你结婚没有关系，没有钱没关系，反正我爸爸那边这个我可以向爸爸妈妈伸手要钱。这个虽然他没有去做，但心理上面已经有这个。或者说，如果跟你合不来啊，你对我不好，那小心的这个。我哥哥是跆拳道5段的，他可以找你算账啊，或者我爸爸是什么样的高手，这个或者他们至少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可以变成多数，你就对付不了他们。那这种就是在心理上面，或者说我这里住不下去，我爸妈那边还有很多房子可以住，我可以去那边避难，可以那边可以去那边想这个不需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就是说心理上面没有离开父母，那么以为父母可以作为他的后盾啊，可以作为他的依靠啊，那么所以呢就不容易进入跟这个先生或者配偶这个有合一的关系，或者一起来负责任，彼此来担当，这在心理上面的。
那么记得有一对年轻人呢，他们就是很年轻就结婚了，很快就有小孩了，那他们里面冲突不大，因为大家都还不太成熟。是。那么在吵架的时候呢，这个太太一气之下呢，就把这个小 baby 抱回娘家去了。那么先生看到这个太太已经离家了，自己租一个大房子划不来，所以呢就把房子退掉了，自己搬回家去住。他们两个心理上早就知道说此地不留人，还有留人的地方，所以心理上面就造成最后他们两个就是在隔空喊话对骂，就造成本来是一家小夫妻不和，就变成2家3家都卷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变成世界混乱大乱。那么这是在心理上面的，另外一种是在物质上面的离开，就是不利用父母的金钱呢、时间呢、体力啊这些方面的，比如说。如果夫妇2个人呢，这个我们以后小孩子没有关系，爸爸妈妈有的是时间可以帮我们当保姆这样。那让爸爸妈妈当保姆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一来不用付保姆费，二来呢还可以奉送奶粉、尿布免费的，所以一举二数得。没有，爸爸妈妈还会煮饭，还煮饭，煮晚饭，回爸妈家去吃晚饭。对。那这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比如说孩子的管教的问题啊，有些年轻的夫妇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那个孩子到了晚上还不睡觉，很晚的，还有呢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还有这个不知道怎么样这个礼貌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完全没有人教导他。那事实上，其实父母他们体力有限，他所能够供应就是让他吃饱饭，不要生病就好。所以甚至有些孩子就养成很多的坏习惯，像有些一个小女孩的妈妈一骂她，就说我要去爷爷奶奶，我不要跟你们住在一起了。所以小时候他也学会去怎样去投靠他的爷爷奶奶，所以这造成亲子上面的问题也是很严重，所以这在物质上面离开父母。第3方面呢，是我们目前比较挣扎，就是国人比较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居住环境的。居住。对，以前我们提到说一定要3代同堂啊，要5代同堂，要住在一起才孝顺，才孝敬。但事实上住在一起啊，这种问题很多，很复杂。虽然彼此都没有恶意，但是呢，其实那种敏感啊、伤害啊会产生的。比如说夏天很热啊，那么这个老人家和年轻夫妇住在一起，老人家想穿凉快点不敢了，那么年轻的夫妇呢，这个要穿轻松一点、清凉一点也不敢，所以大家就包得紧紧啊。这个外面流汗，里面在流泪啊。那时候已经活了年纪大把了，怎么连穿个衣服都没有自由？那当然穷很包括，比如说睡觉啦，你早睡又不敢，晚睡呢又身体体力又不好，没有精神。所以这种很大的冲突。记得在一个妈妈的成长班里面，妇女成长班，我问他们说：“你们都愿意孝敬父母吗？”他们说：“当然我们愿意孝敬父母。”我说：“那请问你们？”住在一起比较容易孝敬，还是不住在一起比较容易孝敬？就他们异口同声，这些都已经中年了，大概40、50岁，他们说当然不住在一起比较容易孝敬。所以这是他们的心声，他们是过来人。所以，但是我们常常就小心了，以为就是说这个离开就是不孝顺父母、不孝敬父母，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离开才能够真正好的孝敬父母。所以离开呢，可以免去那个婆媳的问题，也能够真正进入孝敬父母。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刚结婚就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一住在一起没有几个月，这个年轻的太太就胃溃疡，就压力紧张，就胃溃疡。后来他们要搬新家，来问我说，可不可以买一个大房子，大家住在一起，这样很热闹，是不是比较好？或者呢买2个单位？我说多花点钱呢，买2个单位会比较好。结果他就听我的话，他就去买了2个单位，就是隔壁户，就是隔一个门而已。后来搬好家了，就请我们去做，我就到他家去做。做了以后就问他说：“哎，现在你太太怎么样？”他说：“胃溃疡完全好了。”虽然隔一道门，但是隔很大的空间。这个年轻的媳妇到街上买菜，这个买了2条鱼1条自己留，一条这个按门铃说：“哎，公公婆婆，这个鱼让你们烧着吃，关着门回家可以休息，可以睡大觉，身体可以放松。”所以这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弹性空间，大家可以虽然有一个距离在那里，但是彼此。其实这种是彼此生活的尊重，对老人家是一个尊重，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尊重，大家有自由的一个生活空间，不会彼此干扰，不会彼此打岔，反而这是一个释放、一个自由的地方，而且这种容易产生的。他说他们婆媳关系非常好，彼此问候来问候去，电话不断，大家睡觉自己可以关着门睡觉，所以这是反而可以让各孝敬成为一个事实。那么如果没有的话，这也是生活习惯啊，小时候养成的，会造成困扰。比如一个女士跟我们分享说，她刚结婚的时候，婆婆告诉他们说，请不要关门锁门睡觉，因为呢，我的儿子呢从小到大就是不会自己盖棉被的，常常伤风感冒，所以呢，你们虽然结婚了，
不要锁门，不要关门，我半夜要来帮孩子盖棉被，所以3更半夜这个媳妇说每到3更半夜，这个看到床头有黑影在晃动，那么这个婆婆来盖棉被，那么替儿子盖棉被，左盖右盖，那么这个媳妇呢只剩下盖一半，她说她活在白色恐怖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婆婆会闯进来，是，所以这种就是那种压力，这种是没有办法产生，其实没有办法产生亲子啊、夫妻合一这种互动的关系。我在这边我也想说补充一下哈，讲到这个婆媳生活在一起，很多男士比较没有办法了解，说，你跟我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妈妈人很好啊，这个怎么会是压力呢？对啊，我跟她都没压力。对，我妈妈是很有爱心的。那其实在这里，我想有一个原则，我们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就是专家们做过研究，他们真的这样的发现，他们发现男人比较容易跟别人分享空间，所以男人比较不会觉得说你跟我妈生活在一起有什么问题，甚至像长安跟我爸爸相处也没有问题，好得很，都没有压力，没有问题。所以男人跟别人比较容易分享空间，但是比较难分享内心。女人相反，女人很容易跟别人分享内心，但是比较不容易和别人分享空间。所以我们女人会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但是你说要跟另外一个人，我们跟先生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很愉快。可是有另外一个女人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会感到压力。其实这个压力不只是媳妇有，其实婆婆也有。所以有另外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位女士，她说，她跟婆婆住在一起，她说她丢的垃圾哈。丢了以后，怎么过几天发现那个垃圾又跑回来？他丢掉的东西怎么又跑回来了？那这个就是完全，这个没有对错的，这就是价值观。那婆婆觉得这个东西还可以用，为什么要丢掉？浪费。比如说空罐子、空瓶子、保丽龙的盒子，她都丢了，怎么又跑回来了？所以她说，现在变得我要天天藏垃圾，她要丢的东西，她要先把它藏起来。那其实这是一种，就是分享空间的时候会有的压力。那但是讲到神对婚姻的计划，其实是要叫我们离开父母，先做这个第一步，离开父母，然后我们才能够完全的与配偶联合，然后二人成为一体。那当然这里绝对不是说不要孝敬父母，我们需要去我们需要去照顾到父母的需要，但是我想做丈夫的也要有这样的了解，就是他这个对他的太太还有对他的妈妈其实都不容易的。如果要真的这么亲近的住在一起，所以离开的话，1+1等于2，这样双倍的来孝敬父母。对。那如果没有离开这个混乱的情况里面，变1+1等于0呢，所以没有办法孝顺，父母也得不到孝顺。那我们现在了解说神他的一个计划跟安排之后他其实不是要我们不孝敬，但反而是要我们要来孝敬父母，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他有没有什么一些的实际的一些步骤，我们可以采取来做呢？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创世纪第2章，它这里有一段非常奇妙的叙述，让我们对于神对婚姻的计划更了解的，就是在创世纪第2章第22节我们就简单的来看这节圣经。他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这个那人就指的亚当我看，不然我们就从第20节开始好了。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我们看，这是上帝造女人的一个步骤。他造了女人，他是从男人的肋骨取出一条来造这个女人。造了女人之后呢，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圣经说上帝领这个女人到那个男人的跟前，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是造了女人然后就把她丢给男人了。亚当从这个我们说全身麻醉，因为这个动开胸手术拿出肋骨他从全身麻醉当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怎么一个女人坐在他的旁边，而是他看到的是这位爱他的上帝牵着夏娃的手，牵着这个女人的手，领她
到亚当的跟前。那其实上帝牵这个女人的手到亚当跟前是非常有深远的意义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女人是我为你造的，而且是从你的肋骨里面拿出来为你而造的，所以它是最合适你的，它也是我所给你的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你知道上帝花了6天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他最后才造人，人是他最后的一个创作，而女人又是在男人之后啊。所以在亚当被创造的时候，他张开眼睛，所有的宇宙伊甸园里面的一切都已经预备妥当，只有一个人还没有被造，就是夏娃。所以亚当把伊甸园里面还有他所看到当时这个物质的世界，他知道这是上帝为他造的，但是跟女人被上帝牵来到他眼前，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想上帝是要告诉亚当说，这个女人跟所有其他的受造物是不一样的，你千万不可以把它当成伊甸园里面众多动物里面的另外一只，它是特别的，所以我没有把它跟其他的动物同时间创造，它是最后是在你之后，而且它是从你而出的。所以上帝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让亚当知道说，它是我所给你最宝贵的一个礼物。那我想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来看我们的配偶，他是上帝这一生所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最宝贵的。你知道我是一个母亲哈，对我来说很困难，要去想说上帝给我的2个儿子一生最宝贵的礼物竟然不是我。真的，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上帝要给我的2个儿子这一生最宝贵的礼物，是他们未来的配偶。是我一定要懂得让位。那个位子不是给我的，是给他的配偶的。所以相同的呀，我也需要这样的看我跟我先生的关系，他是上帝给我这一生最宝贵的礼物。那个，而且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的最深、最高层次的一个关系是夫妻关系。所以后来亚当看到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所以根据圣经，亚当自己说的，他的骨肉不是该隐跟亚伯，他的骨肉是谁？是他的妻子。所以我们如果从上帝对婚姻的计划来看的话，上帝给我们那个最宝贵的礼物是我们的配偶。所以我们要用这样接受那个最珍贵的礼物的这样的眼光来看对方。那我们会发现说，可是为什么他还有很多的问题呢？如果这上帝给我最宝贵的礼物，为什么他常常让我生气呢？为什么这个人那么不完美呢？为什么他有些地方让我受不了呢？各位，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好像我说，今天如果我买了一辆车，我们说最好的牌子我知道，宾士嘛 ，BMW 嘛，好吧，我就开到高速公路上。其实我对这部车非常有信心，因为我知道它是来自于非常可靠的工厂，对不对？德国的工厂出的车子，这个有信用可靠。其实就像我们的配偶是上帝所造的，所以他如果是来自于上帝，他是这是什么品质保证的，对不对？我可以不用担心的。可是当我把这部 BMW 开上高速公路以后，哎呀，怎么它有一点抛锚，有一点声音，有一点问题？我把车子开到路边，这个时候我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打电话叫拖吊车把这个车子送回原厂，对不对？我千万不要自作聪明，打开引擎盖，然后开始在那边修引擎。可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却会做这种最不聪明的做法。我们把车子停靠路边，我们就开始想自己修理，先拆掉再说。汗流浃背，搞了2个钟头，最后我们还是得送回原厂，对不对？那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配偶有一些地方似乎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送回原厂，就是为他祷告，让这个工程师，让那个师傅来修理，而不是我们自己动手修理。所以我说原装的送给原厂修理，因为我们配偶是上帝原装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那个
神对婚姻的计划，如果要说最简单的，就是第一个，我们接纳我们的配偶，接纳这个你与他即将进入婚姻的这个人，接纳他，看他就像是上帝这一生给你最宝贵的礼物，而且他就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将要成为你生命中最亲密的那一个对象，而且这个婚姻的约定是一生之久的，是不能够被破坏的。离婚根本不应该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念头，所以是非常慎重神圣的来看这个关系，这才是上帝的计划。好像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您都会提到说，这个信仰对这个男女对这个婚姻对家庭的一个重要性哈。好不好？你们谈一下，就是说，当上帝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婚姻呢，或是家庭，这个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婚姻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从基督的角度去看待配偶，从圣经的原则来遵行神的原则，譬如说就可以在婚里面是舍己，那么为付出无条件的爱和接纳，还有就是可以带来合一这种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蓝图。从以基督为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从上帝那里来的能力和智慧来营造这种婚姻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话，就是你做好我才对你好，你做不好我不对你不好。但实际上婚姻不是这个样子，婚姻是从神的角度来，神告诉我们要彼此顺服，要舍己，要接纳、欣赏，这样才能够合一，而不是拆毁。真是非常好。好吧，我们还1分钟的时间，请2位给我们观众朋友带一些结语，好吗？好，这个对婚姻，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蓝图，我们就会有正确的建造，那我们的那个结果才会是美好的。如果我们有正确的信仰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配偶看为是神在这一生给我那个最宝贵、最珍贵的礼物，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它。有的人说，可是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是糊里糊涂选的，那个也算是神给我最好的礼物吗？ Yes， 绝对是啊！只要你们进入婚姻，你的配偶就是那位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他，去感激他，你就能够经验到上帝为你计划的那个美好的婚姻。哇，你的另外一半就是最宝贵的礼物哈，这是非常好的分享。谢谢你今天2位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您。亲爱的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的现场。欢迎回到家庭会客室。就在很多新婚夫妻，他们在面临他们建立他们新的家庭的时候，还在彼此适应的时候，却因为彼此原生家庭一些姻亲的关系、长辈的关系，或是彼此父母亲之间纠连太紧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两个新的人，他们开始适应的时候，还要顾到其他的人，其实对他们来说真的负担很大，压力很大。那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个神设立婚姻的这个方程式，最重要这个婚姻的关键，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是离开父母。其实，在台湾社会里面，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结婚离开父母，好像就是不孝了，你很不孝子。那尤其刚刚李哥已经很清楚的解释过了，其实这个离开不是就是不孝顺你，而是在情感上、在物质上、在居住空间上的离开。那你因着这样离开，我们反而会有更多的亲密的，或是更珍惜这种亲密的情感。而且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真的要问一下说，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而结婚呢？结婚真的只是为了要传宗接代，为了要生孩子而已吗？还是因为大家都结婚，我们非结婚不可呢？结婚它其实是有目的的，就像今天我们在整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到说，这个是神设立这个婚姻，所以神设立这个婚姻是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目的的话，就等于说给你一个婚姻一个方向哈。当婚姻是有方向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讲说，一个婚姻有方向，它像是一个有动力的一个动力的婚姻，是 dynamic， 它是往前去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停摆在那个地方。很多人他不晓得婚姻是为了什么，他不晓得为什么结婚的，所以他们夫妻在面对面的时候，他们人生没有一个方向，婚姻也没有一个方向，变成他们常常是彼此挑剔个人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当婚姻有方向的时候，它可以往前去。而今天我们也分享
想到说，在神的一个计划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人是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不是要说，就是说要完全离开，不要孝顺他，不是这个意思呢，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自主自立的一个人，让我们有能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好让我们来孝顺我们自己的父母。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因为就是也刚好我们就是搬去美国，所以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两个花很多时间沟通，那沟通就是吵架。所以其实，在这样没有压力，就是没有长辈、另外第三者来干预我们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就很容易，就是以我们比较适合或是比较没有压力的状况来彼此吵架、彼此沟通。其实这是对婚姻也很有帮助。其实婚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的哈，但是很多时候就像刚才立新所说的，就是包括连吵架，其实有长辈在的时候，你其实很多事情你连吵架也是不敢的哈。很多事情它其实是很复杂的，但是当我们真的是可以，他讲的说，不管在心理、物质、在居住的层面是离开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父母的关系甚至是更好的，而且对婚姻的适应，在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都是很有帮助的。对。今天非常谢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你有任何的事情跟我们分享，来信、打电话、传真给我们。愿上帝赐福给您，愿上帝赐福您。